高雄真侪所在拢淹水超过半个人遐悬，市区嘛有真侪轿车甲奥多摆因为浸水全吊车，水也拢灌入去地下室内底。不少民众拢讲，这回是偏北北风灾搁较严重。画面内底消防警员爱老伙仔撩水要离开。25早起9点外，高山永德街一间人家厝传出有2个老伙仔掉伫遐，消防接到通报去救人。因为凯比风台高雄落超磅的大水雨，美术馆主题区4界拢淹水，奥多摆去互风扇倒去，全浸伫水底。海军陆战队的弟兄，他们也是及时来帮我们做沙包的这个处理，还有清淤跟排水的部分。住户做伙把水涌出去。大水雨的水灌入来做营的桃金园路这栋大楼的地下室，因为卖府把水闸门扭起来，致使地下室淹水，都惊车浸水，住户赶紧把水卡出去外口。也若三明区德山街迄块地啊，搁较害，水淹甲现坎，有的车是强要淹甲无看。环保局都来了，也都说没办法。他们说河边那边也都满出来。也若伫巷仔底看到有人吊车，入去室内，惊因为淹水电风会漏电，赶紧用椅仔甲架互悬。水桶伫灶骹浮咧沉咧，前镇顶海北街透早6点外开始淹水，水淹到脚头尾的悬。有民众讲，就连北北风灾嘛无遐严重。风台带来超磅的大水雨，地势溢起来水位超过大楼的警戒值，短时间内水势袂离。毋但高雄的北平、南平人武交流道一日落来，就看到规条路拢淹水。大德街甲仁智街水直接淹入去人家厝，遐若八卦里爱河的所在，水嘛规溢出来。现在整个爱河的出口这边水都满了。主管电宝桥嘛，因为上北台17线的路段淹水真严重，早起6点外甲桥封起来，而且垃圾水嘛直接溢入去徛街内底。6点多的时候就封路了，差不多到大腿了，应该是排水不良而已啦。到下晡，就算有的所在水小可较提起，不过路面也是会当看到有人吊车，或者是汽机车浸伫水底。因为高雄也是持续透风落雨，加上真侪所在有淹水的灾情。消防警员等等的单位嘛提醒民众，若出门就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